这一章我很喜欢。你们知道的，在我们水里啊，灿公老和尚他送给很多信徒都写这一章。灿公是何等人物啊，太了不起了。他往生的时候，我们圣空师啊在世的时候曾经去那边参拜，因为他很仰慕灿公，很敬拜他。结果他往生了，放在棺木里面的时候，圣空有去绕，然后去瞻仰他的遗体。结果瞻仰的时候，圣空看到灿公这个头上啊有一朵莲花在他头上出现。后来圣空法师回来就告诉我，他说：“师父，我今天去参拜灿公啊，我看到哇，他的头上有莲花啊。”这么很惊讶，很欢喜的跟我讲。现在我们向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这一章印光大师所开示的内容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应当发愿愿往生。你看，为什么我们应当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身就是的确不能疑惑，不能再犹豫，我们要有一种很坚定的毅力。最后我舍报往生的时候，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我发愿一定要到极乐世界。这印光大师告诉我们的，你不要再三心两意，你要想再留恋这个娑婆世界，真的是愚痴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世间是个假象。你看佛很清楚告诉我们，世间有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各位，这什么意思呢？劫浊就是多灾多难嘛。你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各地现在水灾了、战争啊，死了很多人哦，这个叫做劫浊啊。有这么多灾难的一个人间，你看我们有时候一直想说求一个平安，但是很难达到你的愿望。见着我们看到的，你看这一种世间不平的事情太多了，不应该做他做了，不应该想他想了，不应该说他也说了。很多人贩毒啊、诈骗啊，到处害人啊，这个不应该的，我们看到怎么这么肮脏呢？不应该发生的，偏偏都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有时候儿女忤逆不孝，逆天而行，对人伤害很深。你看这个我们不愿意看的呀，但是偏偏经常在我们的四周周遭啊就发生了，就叫见浊、烦恼浊。你看我们的烦恼不断，今天有今天的事情让你担忧受怕，明天呢还是一样有，大后天呢还是一样有，1个月以后、1年以后，不管多少年，你生活在人世间，你的苦恼从来没有远离你，你的心因为很在意、很执着，所以你的烦恼永远存在。我们的心就污染了，就叫烦恼浊。什么叫做众生浊？人与人之间没有诚心对待，没有慈悲为怀的来帮对方设想，我们就一直斤斤计较、冲突、愤怒，彼此互相利用、互相陷害、抹黑，然后很多这种不端的行为来对对方一种伤害。你看我们这个人世间，我能踏在你的肩膀然后上去，我不管你的死活了，这么现实，这么残酷。各位，这个世间就着众生浊、命浊，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娑婆世界，除了面对这些种种复杂环境的挑战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生老病死、求不得的苦啊，五阴的炽盛之苦、爱的分离苦，这种痛苦随时都威胁到我们，不但是生命财产，还让我们的身心受创啊、痛苦啊，每天都忧郁啊、担心、烦恼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停留在娑婆世界？我们应当要发愿愿往生。因缘成熟的时候，我毫不考虑的、毫不犹豫的，我绝对不会再徘徊，我一定赶快发愿到西方净土。客入西山任彼念啊，外面啊是怎么漂
漂亮，怎么美丽，怎么庄严，怎么有诱惑力，怎么有很大的吸引力。各位，佛告诉我们，这外在的一切种种，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些外在都像梦幻泡影啊，水泡一样，如露亦如电，像那个露水一样，一下子刹那就消失了，像电唰一下子就走了。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里，它没有办法真实的存在，没办法永久的固定保持那个样貌，没办法的。所以我们被这种外在的东西迷惑了，颠倒了，我们不断的贪求，一旦贪求，我们烦恼就重生了，烦恼就没办法远离，每天内心里面就不干净不光明，所以我们没办法有智慧，原因都是这样。但是客入西山任彼念，外在的这一切，别人怎么去追求，怎么去贪念，我们都尊重包容，不需要批评，我们不可以去批评，所以我们认他，尊重他本身的那样一个习性。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你要改变你自己呀。他说至是不归，归变得啊。你今天到极乐世界，你们要很清楚的，自己到底是要不要回去了，你到底愿不愿意到极乐世界？你愿不愿意花开见佛去成就道业？愿不愿意？至是不归，你自己是因为你不愿意回去。如果你愿意归变得，你愿意有那个念头，我想回去，佛说你马上就得到了。只要你有一个念头，你愿意称念一句佛号，佛永远就要救度你，永远不放弃你的。你看印光大师这么清楚的开示我们，这是因为你自己放弃你自己哦。你明明知道，如果再流浪，你再来轮回，一定必然就是受苦的，你没有第二个选择的。娑婆世界充满着一种怖畏，很恐怖，让大家害怕的地方。各位，你看人心险恶，人心善变，随时随地我们都提心吊胆。所以你看，他说，如果你愿意回去，变得立刻当下你就得到了，佛绝对救度你。故乡枫叶有谁真啊？西方极乐的净土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故乡，风光美丽啊，黄金铺地啊，众善人聚会一处啊，永远都不老不病不死啊，所有的人相聚在一起，你在那边很快就立即成佛了。你想想看，有谁跟你争呢？如果你愿意念佛回到极乐净土，这些所享有的福利啦，那些应该得的环境啦，你随时都拿到你的手上，掌握在你手中。所以有谁跟你争呢？没有啊，没有跟你争的啊。佛陀啊是大慈大悲，任何人都不分别的，只要你愿意回去，你愿意念佛，个个有条件，人人有资格。好，今天就用这一张印光大师的法宝来跟各位大家广结这个善缘。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念佛成佛，这一句一定要相信，不要怀疑。谢谢大家，阿弥陀佛。